在世上總有天看見，滿夜燦爛繁星閃，與主同行，關切人群，成就國度大能賜福於萬世。恩雨同路人，恩雨同路人，歡迎收聽恩雨同路人，我係 Selina。今日同我哋傾偈嘅嘉賓呢，就係加拿大國際差傳協會散居華人事工主任黃建盤牧師 Joseph。咁佢負責宣教嘅地點呢，有包括俄羅斯啦、烏克蘭啦、東歐啦、中南美嘅巴拿馬啦，同埋哥倫比亞等等嘅。Joseph， 歡迎你。好，多謝你，阿 Selina。疫情之前呢，你好多時都係喺俄羅斯啦，同埋烏克蘭做宣教嘅工作啦。咁但係其實疫情好轉之後呢，你嘅工作有冇唔同咗呢？有嘅，因為咧疫情差唔多完呢，俄烏嘅衝突就爆發，咁所以基本上由2020開始呢，我哋就冇辦法去返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差會都要我哋考慮有冇一啲可以開拓嘅地方。我哋開始咗喺捷克另一個城市叫做布爾諾嗰度呢，係冇華人教會。咁然後喺疫情差唔多完嘅時候呢，咁巴西有一個嘅地方就會向我哋發出一個嘅呼喚。咁我哋呢就去咗巴西一個叫美景市嘅中文叫，咁我哋就轉移咗喺東歐嘅捷克，然後喺巴西呢個地方呢，就協助當地嘅教會重新嚟到呼喚招聚翻嚟重建嘅過程。其實咧喺捷克華人嘅情況係點嘅咧？布爾諾咧就約莫係有1000嘅華人，咁其他就散喺一啲比較細嘅城鄉咁樣樣。咁但係當中會仍然有其他，譬如東南亞嘅華人啦，就有台灣嘅華人啦咁樣樣。咁估計咧，可能喺捷克成個國家咧，應該有華裔咧，約莫應該有1萬人左右。咁教會係點樣去服侍佢哋呢？喺布拉格有2間華人教會，一間咧叫做咧布拉格華人福音教會，咁另一間咧就比較耐啲，就由 COCM 時代建立嘅教會，不過咧比較上都係國內人，浙江人為主。除此之外咧，就捷克再冇華人教會啦，所以咧喺班奴咧，當我去探索嘅時候咧，發現到原來嗰度有成1000華人咧，咁我哋就求主係咪有咁嘅可能性喺班奴呢個地方咧開設一個華人教會？咁教會嘅工作係做啲乜嘢嚟到去幫助佢哋咧？以喺布拉格嘅教會為例咧，其實喺過去一段時間咧，佢哋組織咗一啲婦女嘅小組，咁就吸引咗一啲嘅微信嘅朋友都能夠嚟到。咁其實會唔會睇到一啲嘅效果，就係話藉着教會即係嘅工作，真係幫到佢哋嗰個生命有更好嘅改變嘅咧？我發現咧，即係華人教會就唔敢講到呢個問題嚇，因為咧喺捷克我哋缺乏教牧嘅同工，華人福音教會咧都係冇教牧噶啦。我哋而家暫時咧係透過短期宣教啦，同埋幾位嘅喺多倫多退休嘅牧者輪流負責講道啊，或者當中一啲希望有啲牧養，咁再加埋我哋開展咗一啲網上嘅查經，遙遠地同布拉格嘅弟兄姊妹咧進行呢一啲嘅事工。而喺布拉格咧恩宇曾經訪問過阿 Job 啦，恩約伯弟兄咧，咁佢自己即係喺國際教會嗰邊咧，反而咧就開展咗一啲社區服務，咁反而咧嗰個嘅影響力咧係開始見到有果效啦，佢哋嗰邊。即係可以咁講啦，嗰邊人手即係唔係好夠啦。咁但係而家你亦都開始喺嗰度即係做多咗啲工作啦。咁咩令到你一推動，即係你都唔知嗰樣嘢有冇效嘅其實，但係你都肯咁樣即係落力去做咧？分開2樣啦，以布拉格嚟到做一個例咧，有好多都係我哋20幾年侍奉或者帶出嚟嘅一啲弟兄姊妹，對我嚟講係有責任咧去關心同埋咧去扶持佢哋。咁所以咧好感恩就係喺過去呢2年啦，2年幾啦，我哋有一啲退休嘅牧者係願意
參與裏邊咧，其實係會對布拉格嘅華人教會咧係帶嚟一個比較即係深遠嘅一啲影響。咁另一方面咧，喺班奴布爾諾呢個地方咧，由2021年開始我探索，咁我哋就發現到喺班奴咧，我哋帶咗人信主之後咧，舊年有人洗禮，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有工作嘅果效。我哋辦咗一次中秋嘅園遊會，即係9月份啦，咁就嚟咗60幾人。透過一個咁樣嘅機會，短宣隊嘅配合咧，能夠招聚，所以咧今年我哋仍然會有短宣隊去。咁我哋仍然好祈求咧，神係差派宣教士同工咧，能夠最好一對夫婦去到當地住喺度，嚟到咧係作開荒牧養。咁因此咧，其實我哋好期待就係最緊要有人佢能夠去得到。咁呢個係我嘅責任，就要呼喚啦。希望有人聽到神嘅呼召，佢哋能夠回應，咁就被差出去。咁其實佢哋去信耶穌，對佢哋實際嗰個生命個影響係乜嘢呢？嗰一個見證啦，真係好嘅呢個見證。我哋譬如受洗嗰位弟兄啦，咁其實佢就喺意大利曾經遊歷過一段時間，咁然後咧就嚟咗班奴，又成10年8年。佢自己心裏邊咧知道，即係需要信耶穌，但係咧就一直同教會就好似遊離。有一次我去佢餐館食飯，同佢傾，然後開始就傾開佢屋企喺鄉下嘅媽媽係基督徒，咁佢就叫我可唔可以同媽媽祈禱啊咁，因為佢唔係喎，佢話我媽媽係基督徒，咁我好啊，一打電話今次同佢傾一下咧，調翻轉頭我就問翻佢：你媽媽係基督徒，點解你唔信耶穌咧？咁佢就係願意咁樣信住。於是咧就開始參加我哋嘅查經啊，又嚟教會，我哋去嘅時候有聚會啊。後嚟就有我嘅同工，我哋同工幫佢洗禮。佢嘅太太本來咧好反感，即係對基督徒好反感，但係因為佢嘅信主改變咧，即係真㗎。咁咧就開始對我哋好接待。舊年我哋園遊會嘅時候咧，佢太太咧主動咧嚟到參與，又好開心咁樣咧提供食物。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見到呢啲弟兄姊妹佢哋個生命其實有改變，同埋佢哋一認真咧，其實會對屋企人有影響。咁呢一個係我哋好感恩嘅地方。其實有好多朋友咧，佢哋可能之前都聽過耶穌啊，so and so嘅了解啦嚇，但係都唔好深入。但係當真係有人去進入同佢哋傾談，或者去感受到神嘅愛，點解你哋會咁樣嚟到我哋當中？又唔收錢仲要點樣嘅情況，咁變咗佢哋要覺得，有一啲嘢係觸動佢哋嘅。特別呢位弟兄咧，咁佢唔單止佢信主，亦都透過佢咧，即係會帶俾佢屋企嘅影響。佢而家俾2個小朋友咧，就俾佢哋去捷克人嘅教會，參加啲兒童嘅主日學啊嗰類嘅事情。但我哋去咧，我哋就肯定有聚會同埋有兒童工作嘅時候咧。佢又叫晒帶埋2個仔女一齊翻嚟敬拜，一齊又喺華人嘅圈裏邊嚟到係即係建立，所以我哋好感恩。你講嗰位受浸嘅弟兄咧，佢真係信咗耶穌，生命有唔同噶嘛？你覺得佢主要嘅唔同係喺邊度咧？唔係好計較錢，咁當然啦，即係佢仍然有好多掙扎，即係始終係餐館。咁但係咧，佢太太咧反而咧就對我哋基督徒嗰個嘅態度咧係改變。本來咧，我記得我第一次同我太太去佢餐館嘅時候，一講我係基督徒咧，哇！佢太太個口面咧就即刻揦埋咗，然後咧好快避開啊！咁但係後嚟咧，我哋去多2次，佢個細路仔又即係我師母就同佢哋2個細路仔講故事啊，俾佢哋咧有一啲活動啊咁。佢就覺得，咦？你哋嚟唔係玩嘅喎，你反而咧係對我哋即係屋企有啲咁嘅幫助。咁開始咧就即係比較願意咧同我哋拉關係，或者係打入少少。其實個弟兄最緊要佢係知道佢要愛佢太太，發現到佢個信仰咧係要翻嚟耶穌嗰度，就願意嚟到聚會，願意咧帶佢嘅仔女出嚟。
即係佢個價值觀都唔同咗啦。信仰嗰個重要啊，幫到佢嗰個喺生命嘅意義啊，各樣嘢啦。同埋咧，呢位弟兄佢而家我哋每2個禮拜嘅查經咧，佢基本上都喺度。嗱，咁你其實頭先都有提到啦，你都有去巴西噶嘛？喺近期，咁其實巴西嗰邊又點樣樣嘅呢個情況？巴西係另一個好唔同嘅情況啦，因為巴西本身已經有教會，如果教會喺當地已經有30幾年嘅日子，亦都係巴西亦都係有即係教牧同工嘅唔足夠啦。喺疫情期間咧，基本上係我哋講係散咗咁滯嚇，咁所以咧，我哋2022年去咗當地實際上了解之後咧，我係都係5月去落去嘅。咁然後我翻嚟7月中咧，咁我再去，咁再去嘅時候咧就嗰次咧就有當地有30-40嘅弟兄姊妹咧就翻嚟，咁我哋覺得咦值得呢一度係投身睇下點樣一個策略去建立，我哋就22年開始就去到美景，咁23年嘅時候咧，我哋發現到有一位嘅青年人姊妹係土生土長，同埋咧可以講一啲英文，我哋就鼓勵呢位姊妹咧而家做青年工作，所以咧我哋發現到即係如果呢個教會我哋可以有幾年嘅時間扶立佢哋，咁特別咧係將一啲年青人帶翻起咧，咁希望呢個教會能夠有持續性嘅發展。咁另一方面，我哋希望睇下巴西當地咧有冇辦法透過神學院，因為巴西有華人嘅神學院，可唔可能咧喺佢哋嘅訓練裏邊有一啲嘅神學生或者蒙召嘅，可唔可能係差派或者咧係等呢間教會係願意接納？嗱，咁其實頭先咧，我哋介紹阿牧師嘅時候咧，都有提到咧，其實你喺疫情之前咧，你都係好多時去俄羅斯啊、烏克蘭咁樣樣嘅。咁其實喺2022年俄烏戰爭開始嘅時候咧，牧師都同我哋已經分享過咧，喺戰爭呢場戰爭究竟咩原因發生啊，或者係當時嗰邊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咁到咗今時今日，其實我哋都知道喺波蘭嗰邊咧，亦都有啲華人教會嘅牧者啊、傳道人啊等等，都經常去嗰邊烏克蘭嗰邊幫手嘅。咁佢哋幫啲乜嘢咧？好多時就會運送啲物資去啦，亦都有喺嗰度開一啲幼兒園去教佢哋嘅小朋友啦。其實 Joseph 你自己仍然即係都經常關心嗰邊嘅弟兄姊妹，仍然有同佢哋有聯絡。其實你知道嗰邊嘅情況而家係點樣樣嘅咧？我好感恩咧，就係因為有不同嘅同工，能夠喺即係烏克蘭嘅支援上邊，神俾佢哋嘅恩典同埋佢嘅聯繫可以做到。之前仲有一間教會咧喺羅馬尼亞，咁亦都有華人教會咧，唔單止透過接待喺烏克蘭出嚟嘅，咁佢哋都係組織咗一啲嘅物資咧，係透過羅馬尼亞咧係運入去即係烏克蘭。喺巴黎亦都有一啲嘅華人教會啦，佢哋都係組織咗將物資透過喺烏克蘭嘅聯繫咧嚟到係輸入去烏克蘭。咁所以咧，即係喺歐洲呢啲唔同嘅華人教會，神俾佢哋有唔同嘅一個嘅接觸嘅渠道嚟到去發展呢一個工作。而我自己透過喺網絡同個別嘅弟兄姊妹保持嗰個嘅聯繫，咁開始之初比較密啲，因為咧嗰個係比較即係去危急嘅時間。咁但係呢段時間咧，我哋差唔多都係有固定地咧同烏克蘭嘅弟兄姊妹聯繫。而家只能靠上網啦。咁但係因為咧停電或者嗰個信號嗰個影響咧，就有啲時候都會出現一啲嘅問題。但係咧，另外有感恩嘅咧，係有曾經受過神學訓練嘅一啲弟兄姊妹咧，佢哋翻去嘅時候喺我哋叫嘅大市場啊，華人嘅大市場，咁啊組織咗喺市場嘅祈禱會。咁佢哋咧有幾個弟兄姊妹咧比較固定恆常咧，就係參加祈禱會，為佢哋嘅國家，為烏克蘭呢個地方嚟到禱告。天父，我專心倚傍你，你懷內我得勇氣，
全情投入你，無止境的愛內找到自己，不理俗世內眾多聲音，只要共你心意貼近，在你裡面我找到真正愛的家，在你恩典之中全情融入你，無解釋的愛來與你一起，因你是愛着我的父神，每步也跟我貼緊，讓我拋開牽掛，深居於你心，我感激有你護蔭。俄羅斯不斷有空襲啦，咁所以呢，佢哋好多時係斷電啊，咁佢哋就係呢一種嘅情況裏邊生活，但係佢哋話大致都係安全。咁其實教會有陣時運啲物資俾佢哋咧，其實足唔足夠佢哋嘅咧？我諗只喺佢哋嘅報告裏邊呢，係只能夠幫助到能夠佢哋接觸到嘅人。咁但係物質嘅支援係一方面，但係即係屬靈嘅方面嘅支援呢，就而家我哋知道係比較係一個好挑戰性嘅位置咯。嗱，咁咧其實咧，你喺宣教裏邊，你都做咗成10年嘅時間啦，差唔多。超過嚇，咁你之前亦都喺教會裏邊做咗30幾年嘅。咁其實睇翻你本身嘅屋企嗰個嘅背景咧，你爸爸媽媽佢本身係傳道人牧師。你雖然話喺香港出世，但係咧，你大約滿月嗰陣時候咧，你就已經俾佢哋帶咗去台灣啦，因為佢哋要去嗰度做宣教。咁你去咗嗰度2-3年之後咧，就翻香港讀書啦。咁其實你因為呢個家庭背景係咪因為有宣教嘅背景，所以變咗你自己嚟講咧，你好細個，大約小學3年級已經信咗耶穌，而係仲可以好肯定自己將來係做傳道人咧？肯定係我父母對我影響，好感恩嘅，因為上帝俾我有咁樣嘅即係家庭嘅背景，同埋我爸爸媽媽即係佢哋好委身啦，即係受佢哋嘅薰陶影響好大。點解我3年班就比較好 firm 呢？其實我感恩嘅就係我哋當時我讀嘅一間基督教學校嚟嘅，同班有幾個好嘅同學，就我哋住喺同一座樓。我哋廉租屋長大，唔單止返學就上堂，我哋放學咧其實出嚟玩。咁喺有一次咧，我哋玩下嘅時候咧，咁就即係講，喂，你哋將來大家我哋會做啲乜啊？咁我就衝口而出，我話咧我就要做傳道人。當時咧，即係我爸爸服侍嘅教會咧係一間天台學校、天台教會，即係徙置區。我有一節經文就係馬太第9章，耶穌見到佢哋困苦流離，好多羊冇牧人，我就話好多人都冇認識耶穌啊！我爸爸咧係做一個好有意義嘅工作，所以我都想做。原來呢個就係神俾我嘅一個呼召嚟嘅，就係咁樣擺喺度。到我入神學院嘅時候，其中我哋呢個同學咧就話：你嚟真㗎咁，我話係啦，神嘅呼召，神嘅安排。咁所以咧好感恩冇離開過呢一個最初嘅蒙召嗰個嘅時間。咁其實喺當中會唔會有一啲嘢令你係即係更加好確認呢一樣嘢咧？其實中3嗰年啦，中3嗰年係有一次，我記得吉兆琪牧師講道，咁佢都有呼召要奉獻作呢個傳道人。嗰次亦都係即係去到台前，嗰個係其中一個我去到中學嘅時候一個比較即係好重要嘅時刻嚟到 reconfirm 啦，或者再確認細個嘅時候嘅蒙召啦。但係你中1、中2嘅時候咧，其實你都有好似其他人一樣有個青少年反叛期。其實你嗰陣時你最反叛係啲乜嘢咧？12、13、14歲嗰段時間咧，其實開始喺中學就接觸唔同嘅嘢，或者話覺得自己開始大大地。咁再加埋讀生物學嘅時候咧，
就即係創造論同進化論嘅問題啊，思想上有好大嘅衝擊嘅。喺我嚟講，我唔會懷疑上帝嘅存在。不過我中意好記得就問神，你係咪真啊？今日睇翻過嚟係一個信仰嘅即係反省同埋一個確立嘅機會。第二方面咧，我問個問題都係受當時一啲嘅情況影響嘅。原因就係有一啲嘅年紀大啲嘅弟兄姊妹基督徒咧，所謂咁佢哋好似即係講嘅同佢哋做嘅唔一樣啦。點解即係我哋細個一啲美好嘅景象唔一樣啦？咁再加埋咧，我父親對我就比較嚴格嘅。我話點解即係人哋做得我又唔做得咧？啊，人哋做得衰嘢，點解我唔做得咧？咁呢個信仰係咪真係咁真嘅咧？其實我個問題唔係話神唔存在，但我問神係咪真嘅時候咧，反而即係要想再確認或者話再經驗到神喺個生命裏邊嗰個位置。細個好容易講將年輕嘅生命獻俾主，呢個係咩嘅意思？我哋唱埋嗰啲歌，我哋當時唱嗰啲歌好大嘅，即係咪真係我唱嘅同我心裏邊係一樣咧？即係所謂用呢個説話咧，口唱心和咧嚇。咁所以我嗰陣時係有呢一個即係自我一個嘅反省，亦都係挑戰緊呢個信仰嘅真實性。真實性唔係客觀，而係講緊嗰個主觀性。如果我唔覺得係真，我講乜咧？咁嗰陣時我已經開始教主日學喎。根據課本係咁講，但我係真係咁相信嘅咧？你明嘛？咁所以我就會問嗰個問題，其實係對自己一個好大嘅信仰嘅掙扎。其實如果要戴面具，我都戴到啊。咁但係呢個係咪真實嘅咧？咁所以我挑戰咯，我問我爸爸。咁你尾後點樣去即係經過咗呢個階段？神好奇妙嘅，我相信神係直接即係教即係喐手教我，俾我知道咧，即係神係輕慢唔得嘅。即係我可以問，但係神有方法。呢個方法咧係醜醜地講嘅，透過我學業嘅留班。其實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嘅，但係結果我係留班。我阿媽好記得佢同我一齊祈禱，俾我好清楚知道我點樣樣去承認，即係我呢一個嘅反叛。咁呢個係即係喺我生命裏邊構成一個好好嘅即係一個機會咧，係回轉。咁你中學畢業之後咧，就去咗建道神學院裏面讀書啦。點解你會讀完中學就咁快就去咧？係咪真係因為已經好清晰做傳道，所以乜都唔使諗噶啦？一定係神學院噶啦。其實中五嗰年咧係有諗法嘅，係想畢業預科之後就繼續上去，然後先至考慮。但係考完晒會考。我參加咗建道神學院當年嘅聖樂崇拜喺灣仔，咁當時嗰個主題咧叫做 If my people shall be humble themselves， 若果我嘅子民肯謙卑、禱告、尋求我面。咁喺呢一套嘅套曲嘅時候，我好感受係神淨 call 我，讓死人去埋葬死人呢個聖經咧，突然之間出現。我自己好 hit 啊！即係因為我有一個好嘅朋友，就當年離開咗世界。即係我當時嘅感受就係，我就算攞到幾多學位或者讀到幾多書，個作用喺邊咧？即係一個救靈嘅工作啦，搶救靈魂，搶救靈魂。咁邊個更加重要咧？咁我當年我就覺得係神要我有神學院咯。再一次喺建道嗰個聖樂會獻身。透過一個跟進嘅聚會，就報考咗建道，就收咗我。咁你喺建道神學院幾年啦？咁你覺得最學到係啲乜嘢咧？當時咧，我哋係聖經學院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用今日嘅講咧，反而喺學術上咧，我就唔係好多嘢嘅啫，坦白咁講。但係咧，我哋個老師好好。其實我哋睇到呢4年嘅老師，佢哋用生命嘅教學，俾我哋好大嘅影響。唔係淨係一個頭腦上嘅知識，而係點樣讀通本聖經，去知道即係我哋要面對
即係出嚟嘅時候，神喺即係喺信仰上有啲人會帶嚟一個咩挑戰。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嘅需要 deal with 嘅地方，同埋一齊生活，就見到我哋人與人之間點樣可以磨合，點樣可以包容接納。呢一個係即係喺神學院個操練裏邊咧，唔係淨係學問或者學術上面嗰個嘅得着，而係咧整個人嘅建立。咁我都見到有即係睇我身上有好幾個老師咧，到咁上下咧就揾我去傾偈，祈禱，關心埋我嘅感情問題，係關心到成個人嘅建立。咁對我嚟講係好重要。然後特別第4年，當時張慕皚院長啱啱翻嚟香港做建道嘅院長，佢係我啟蒙老師，喺即係神學嘅領域上邊，開咗我嘅竅門，俾我知道即係點樣嚟到係即係做研究，點樣將學術同埋靈命可以結合。咁喺佢嗰個嘅薰陶裏邊，跟我畢業之後，其實我牧會，我後嚟翻去建道，先後收咗2個碩士。咁嗰陣時候喺一間好細嘅教會侍奉，咁我叫佢喂院長嚟講道啊，得，二話不説。咁嚟到完咗之後，俾講完費啦，唔收。佢話你哋教會仲係好弱㗎，好細嘅，唔使。即係你睇到佢哋係願意咁樣去付出侍奉。咁呢個係生命上邊俾我好大嘅激勵。嗱，咁你咧讀完4年神學咧，咁就畢業啦，跟住你就喺香港嘅教會做嘢啦。咁其實當時你都已經好推動宣教，其實點解你嗰陣時咁着重宣教呢一樣咧？我哋4年神學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學院咧有好唔同嘅祈禱小組、宣教嘅禱告小組，同埋中國事工嗰陣時可以咁講嘅禱告小組。咁即係我哋好強調開荒吃苦火熱宣教。咁我哋好多嘅前輩校友咧都喺宣教工場。咁呢一啲嘅見證同埋呢個氛圍咧，係即係影響，即係對我嚟講係影響好深嘅。即係牧會同宣教，我覺得唔會違背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盧嘉文牧師特別教宣教學嘅時候咧，佢特別提到華人教會嘅宣教普世宣教觀。喺呢個學習裏邊對我嘅影響到好深，因為盧牧師係好有遠見啦。喺當年嚟講，我覺得到我畢業嗰年，喺信義會真理堂有一次舉辦咗一個聚會 ，call up 一啲年青人對宣教負擔，咁就借咗信義會真理堂舉行。盧牧師就要我咧做呢一個即係奉獻小組嘅召集人，俾我自己覺得即係神好似要我喺宣教上要踏多一步出嚟。我覺得我蒙召係牧會，唔係出去。咁但係宣教既然咁重要，咁我點樣喺教會裏邊嚟到去推動咧？咁所以咧，我願意去做個召集人。咁亦都透過咁認識咗幾位好重要嘅宣教士，都後嚟出咗去。咁透過佢哋嗰個侍奉，俾我影響到好大。即係教會點樣可以成為支援宣教士，亦都係咁樣參與咗喺即係普世宣教裏邊咧咁。咁你喺94年你就去咗加拿大嘅亞省嘅 Alberta， 其實嗰陣時去係咪就係因為宣教所以過去咧？係，我94年3月有一個飛機空難，呢個飛機空難咧裏邊死咗一位弟兄。呢位弟兄當年咧佢係喺後共嘅地區嚟到建立唔同嘅宣教據點，叫林以華。92年嘅時候，我係同曾景文老師去到烏蘭巴托，我係認識咗林以華弟兄。佢當時係一個即係某一個機構嘅即係好重要嘅行政人員，但係佢好推動宣教，佢身體力行。喺佢離世嘅時候，我睇佢嘅擺相上邊，謙叔陳理謙牧師喺追思禮講嘅一粒麥子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嚟。林弟兄佢嗰個生命就影響我。我當時仲係牧緊會啦，但係我係咪就係咁樣即係就咁咧咁？所以當加拿大有個教會問，即係透過我父母啦，就問可唔可以過嚟幫佢哋
喺亞省一個地方開荒。咁當年就咁樣接受佢哋嘅邀請聘請過嚟，冇諗咁多嘢，因為都冇做好多嘅即係研究啊、考慮各方面。我哋覺得係咪神呼召就過嚟？咁原來呢，我嗰陣時過嚟呢，個工作簽證係工簽過嚟㗎。咁原來我太太嗰陣時係唔可以做嘢嘅，一家三口就係咁，就係攞住嗰個嘅供應，就喺亞省一間唔夠10個人嘅教會開始。咁嗰陣時其實嗰個弟兄有空難咧，其實你唔係同佢一架飛機㗎？唔係，當然唔係啦。如果唔係，我唔喺度。係咯，嗱，頭先你都有提到啦，見到嘅其中一個即係名言啦嚇，就係開荒吃苦火熱宣教啊嘛。咁其實你當時去到亞省咧，嗰度又唔係咁多中國人啦，你亦都係一個開荒嘅工作啦。咁其實你使唔使吃苦咧？當時最苦嘅就係冇朋友啦，同埋即係我哋一家就係攞住嗰個即係足夠生活嘅嗰個費用都咁，所以係吃苦方面就唔係好苦啊，反而係嗰個文化適應啦、語言英文老實講睇就好過講嘅，咁啊溝通都有少少嘅障礙。嗰間教會咧，我要3個語文，即係要廣東話、要普通話同埋要英文，但係要用3種語文。咁後嚟有啲學生喺 UA 唔怕講喺 Edmonton， 就係亞省大學。咁於是咧我就揾咗一啲基督徒，即係啲學生。咁我就透過佢哋又識中文，所以可以同佢哋好暢流利嘅溝通。咁咧佢哋就幫我帶英文查經同埋細路仔工作，就透過啲學生開始其他嘅即係事工開始。你覺得喺加拿大去即係教會裏面做嘢，同埋喺你之前喺香港教會嘅做嘢，有冇好大嘅分別咧？有，因為香港咧資源比較豐富啦，同埋咧我已經喺香港有唔同嘅同工，即係唔使我做晒所有嘢。咁但係去到亞省嘅時候唔係啊，咁即係一腳踢咯。但係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喺香港係1個語文啫嘛，但係去到亞省即係去到加拿大，我要3個語文。咁嗰陣時嘅普通話真係好普通嘅啫。咁人哋都話你講啲咩啊？不如你講翻廣東話，我幫你翻譯好過啦咁。即係咁樣慢慢嚟到去上嚟。嗱，咁之後咧你就翻去多倫多啦。咁喺教會其實一路繼續做到成2015年。其實你嗰陣時喺教會已經做咗成32-33年嘅啦嘛。咁但係點解你喺嗰年你又會突然間決定轉咗你嘅工作形式，加入咗加拿大國際差傳協會，係周圍走咁，即係真係自己走出嚟去傳福音做宣教啦？要講翻係2012年，因為咧當年我有機會咧就同我哋差會其中一個宣教士同工 Martin Hartley， 咁咧其實佢叫咗我好多次，可唔可以同佢去俄羅斯宣教短宣咁。2012年咧有一個機會咧，我就同咗佢真係去啦。咁嗰一年去到俄羅斯遠東3個城市，我去到海參崴第3日啦，馬太福音9章36、35、36再次出現。我自己好 hit 嘅就係、咦，神你再講乜嘢？咁我就話 aware， 即係神要我要做一啲嘅考慮咧咁。去到海參崴，其實我哋喺市場真係好多人，佢哋冇機會聽過福音。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傾，冇幾耐佢決志喎。然後去到烏蘇里，有一個女士，朝頭早我哋私人探佢，佢啱啱從佢哋國內上嚟，原來喺國內佢一次都冇接觸過關於信仰嘅問題，一講耶穌就信，咁容易嘅？同一日晏晝，市場有位姊妹將佢帶嚟教會，佢唔知道我朝頭早同呢個女士傾過，呢個姊妹就話牧師同佢講福音啦咁。咁佢咁承認，我就問佢啦：你係咪真係信耶穌啊？再講一次福音內容。佢決志。同一日晚上，我哋有佈道會，
佢由第3次行到台前。即係其實佢俾好多肯定你喎。係，對我嚟講係神喺度工作。對於一啲從來冇聽過福音嘅人，佢竟然可以一日3次，其實係即係肯定再肯定嘅佢自己嘅決定。我相信係神嘅工作。咁同埋我個 team 裏邊，個團隊裏邊咧，有幾位隊友咧，原來一路默默為我祈禱，有佢哋嗰個後嚟個印證啦，所謂。咁我知道神係要 call 我，呼喚我咧離開牧職嘅崗位。我都係2015先要正式加入差會。呢幾年咧變咗係要做一啲預備嘅工作啦。同埋我太太好感恩啦，佢13年就同我一齊去俄羅斯啦。其實我哋牧會嘅時候13、14，我哋繼續係去俄羅斯喺嗰邊做短宣。14年嗰陣時候咧，大約7月咧，你就好清晰係全時間去做宣教嘅。嗰個經歷係點解你會咁清晰咧？去到14年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個情況就係教會俾我哋可以每年出去一次短宣，而且係可以咁樣出發。我覺得對我當時牧養教會，我覺得唔係好公道啊，用呢個字。因為我感恩係佢哋願意咁樣支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對牧養嘅弟兄姊妹嚟講，佢哋都有一啲嘅需求，同埋差會Martin 亦都問：喂，你有冇考慮？咁但係點樣去放低咧？咁嗰一步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決定。咁所以咧，我就話同教會講，不如咧，我唔要薪水呢半年咧，就係我考慮咧進入即係差會嘅服侍。咁佢哋為我祈禱啦，咁亦都接納我呢一個嘅提請啦。嗰半年就係差會嘅申請啊、等候嘅確認嘅階段咯。咁你之後咧就真係決定咗去俄羅斯啦。係。咁個適應得唔得咧？你覺得？嗰陣時嗰個簽證咧，我哋係攞1年嘅簽證。我哋能夠留喺俄羅斯嘅只係得半年。每一次係留喺俄羅斯大約2個月到，咁所以個適應咧其實就好似人去旅行。對我嚟講個適應唔會太困難，因為咧氣候嚟講同加拿大差唔多，咁其他就冇乜特別。最大嘅要學咧，或者話要所謂適應咧，就係去廁所，因為咧有啲地方係要踎嘅。瞓嘅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就我瞓個門板。因為咧，我住喺啲學生嘅 dorm 啊，即係嗰啲宿舍啊。但係呢個咧對我嚟講係可以同啲學生更加親密，咁所以咧冇乜所謂。咁最大嚟講就係嗰個生活起居就係嗰個內務嘅問題。你係2個月去嗰度停留，然後再翻嚟，又再去2個月，即係連續不停去，但係就中間就會翻嚟嘅，係咪咁樣？係喺 Send 嘅第1年就係咁樣啦，同埋當時我仲要去差會要我去埋烏克蘭啦，所以係烏克蘭就去咗嗰陣時去咗1次啦，就開始喺基輔嗰邊。具體嘅工作係做啲乜嘢㗎？去做報道啦，然後做門訓咯。其實我喺俄羅斯咧就有一啲嘅培訓嘅，咁咧就喺嗰度揾咗一啲教會領袖出嚟咧，就有一啲基礎嘅即係領袖嘅訓練，同埋呢一個講道嘅訓練俾佢哋。咁你2年之後咧，就直情要做埋工場主任啦。咁其實你嘅工作係咪又擴闊咗唔同嘅領域咧？係差會要任命我做即係散居環事工呢一個嘅主任嘅時候咧，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挑戰嘅，因為我其實喺差會嘅年日唔算長啦，都係2年到。再加埋咧，其實我哋嗰個工場咧，當時喺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咧主力啦，咁都係以佈道開荒為主。咁我自己因為都受過一啲宣教嘅學科嘅訓練，咁因此咧，即係喺嗰段時間開始，我就要做工場嘅研究啦，同埋考慮。咁差會要我做工場主任之後，或者係呢個散居主任之後咧，就係要制定散居事工嘅方向、事工嘅策略。呢啲係需要坐低即係諗清楚。
如果我喺對工場唔認識唔了解，咁都係紙上談兵。所以喺16年呢，我就走訪咗好幾個即係我哋去嘅城市，實地去了解。咁然後翻嚟呢，就即係做咗一個嘅比較長期少少嘅方向嘅策略。16年呢，我哋都好感恩嘅，因為我哋有唔同嘅短宣隊長開始喺巴拿馬開始希望有一啲事工。整體嚟講咧，喺行政上我要做整個方向策略，另一方面咧就係事工嘅推動，同埋咧跟住落嚟我就要招募宣教士。咁呢個係我職責嘅內容咯，亦都係咁樣開闊咗我對唔同嘅地區有多啲嘅深入少少嘅了解。咁你喺當地服務嗰啲華人同埋學生嘅時候咧，有冇一啲改變咧？其實對你嚟講有好大鼓勵㗎啦。俄羅斯有簡單啲咁講啦，就係分開學生同埋商人呢兩大類。咁因此咧，即係喺俄羅斯嘅時候，商人嗰方面咧，咁我哋就透過一啲嘅主要嘅聚會，要吸引佢過嚟。咁然後咧，當地我哋當時都有一啲嘅同工，就係佢哋嘅平時嘅牧養，但係佢哋做唔到學生。講一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海參崴有一間嘅大學。16年咧探訪呢間大學，17年我住咗入去，就同班學生一齊生活，就了解同埋去策動學生嘅工作。啲學生係有冇啲例子咧？佢哋即係生命改變咗咧，真係因為佢信咗耶穌嘅緣故。有位學生咧就啱啱今年咧，佢有機會出嚟香港，就喺教會講見證。俄羅斯嘅學生，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哋喺學校住嘅時候，有一晚佢哋揾我哋，佢就喊住講佢嘅情況，佢爸爸嘅情況，家庭嘅情況。咁佢話耶穌點樣幫我呢？咁同佢一齊祈禱，佢係信嘅。佢後嚟真係感恩，佢畢業翻去自己嘅地方。佢父母信主，佢嫲嫲信主，落嚟香港講見證，同弟兄姊妹分享咧，就係講到神點樣喺俄羅斯呢個地方嚟到認識耶穌。佢感情上邊神點樣幫助佢，咁然後佢話佢願意喺職業上邊嚟到成為即係俾神用嘅人。呢位姊妹係咁樣樣嘅擺上。另外即係最近有一位弟兄講咧，就係佢哋喺即係海參崴啦，重整翻學生嘅事工，咁都係神嘅恩典咯。咁喺商人方面，俄羅斯一個地方叫做哈巴羅夫斯克，但係喺疫情同埋俄烏嘅情況咧，佢哋竟然可以係喺商場嘅對面買咗個地，自己起咗教會，而有7個嘅弟兄，佢哋嘅姊妹嘅丈夫受浸，佢哋見到咧，即係呢個神咁勁啊！咁然後咧，佢哋真係決志信主，神係喐手啊！喺佢哋當中，佢哋願意擺上，佢哋願意咧俾神去用，而教會建立。咁我諗呢個係神嘅恩典，我見到神嘅手喺度喐。你可知是主的心在引牽，願你共我改變，重新再踏前，是他的心未變遷，願你共我的心重現，如像往日愛主的人全奉獻，求主教導聖徒分享主愛無極，讓我可緊靠全能上主得勝又得勝，靠主未怕再度難關，
你有陣時都會唔會問神咧？喺呢幾年咧，又疫情啦，又戰爭啦，咁多困難，你都會唔會即係去問神話點解會咁㗎？冇問就假嘅，我問即係神你個心意係做乜？舉個例啦，喺疫情期間，其實我哋特別俄烏嘅時候，我向差會申請我去有啲地方要即係接觸翻我哋烏克蘭出嚟嘅弟兄姊妹，但係差會唔俾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即係神嘅話提我喎，你記得《使徒行傳》第16章，保羅好想去探望之前佢做嘅啊。呢一度又唔得，嗰度又唔得，然後佢先見到所謂馬其頓異象啦咁。我記得我講嗰堂道咧，個題目就叫咧，即係聖靈嘅攔阻同埋引導，我就係用呢段經文。當呢啲嘅困難喺度嘅時候，其實神有心意。對我嚟講，我要清楚，我要明白，但係同時我都需要計劃同埋需要做一啲嘅即係應該要做嘅嘢。好似我再去翻他巴嘅時候。我只係感嘆神嘅手喺度工作，神竟然可以咧，即係讓呢一班嘅商人咧，佢哋願意奉獻建立呢一個咁樣嘅外學嘅教堂，亦都藉住咁樣，竟然亦都有佢哋多年禱告嘅未信嘅丈夫7個信主洗禮，所以我感恩就係神開我嘅眼。唔係你做嘅，係佢做。咁即係其實神都俾你睇到咧，當唔按住你心意嘅時候，其實神有佢更高嘅心意，係更美好嘅，可以話個結果。係啊，佢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啊，佢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啊。咁其實你覺得做一個宣教士最困難係咩地方啊？我覺得對我嚟講，我要學嘅功課就係唔係我想點。咁點樣知道呢個唔係我想點呢？而係知道呢個真係神嘅心意呢。咁呢個係即係我最要學嘅地方。而今年亦都發生咗另一個事情，招募嘅一啲宣教士，到最後都唔係加入咗我哋差會。咁點呢？我做咗啲乜嘢呢？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呢，神真係提我，究竟係你嘅同工啦，定係我嘅僕人呢？你明啊？神嘅僕人，定係我嘅同工啊？如果佢係神嘅僕人，佢點都係我同工，我哋點都係同工，但係唔係同一個機構。呢一個嘅了解或者體會咧，真係要經過一個時間嘅學習，放低自我。咁想翻其實神嘅説話。因為咧，你係當舊莊稼嘅主，差派工人出去收佢嘅莊稼，係收上帝嘅莊稼啊嘛。馬太第10章仲有趣嘅就係神即刻叫嗰12個門徒自己兩個出去啊嘛，即係唔係你叫人差就算啦，你都要出去。對呢段聖經又再深入多少少嘅體會就係、是，第一我要出去，亦都要求主差派，而差派嘅時候咧係神嘅，唔係你個機構嘅。對我嚟講，我覺得最大嘅困難就係點樣勝過自己。咁保羅一句説話，我傳福音俾人點啊？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哋傳福音俾別人，自己反而被棄絕。有一個翻譯好好嘅，唔好被淘汰。咁我諗呢個都係神提醒我嘅地方。我哋係喺神嘅國度裏邊嚟到去侍奉。亦都係睇見神嘅工作，唔係我哋嘅所謂業績。宣教士咧，佢曾經講咧，佢話有陣時孤獨都係一個問題嘅，對你嚟講係咪一個問題咧？呢個講翻見到啦，係我哋當時其中係讀領導學嘅時候咧，有一本書好影響，叫做《屬靈領袖》。孫德生喺呢本書裏邊咧，其中咧講到一個屬靈領袖，佢必須要孤獨，面對孤獨。我諗呢個係咁多年幾廿年對我好大嘅一個嘅幫助。孤獨係會發生嘅，但係我哋絕不孤單。係耶穌同我哋同行。有一首英文歌話咧 ，He walks with me, He talks with me。佢同我同行，佢同我説話。
呢都係神嘅恩典，喺好早之前即係種咗喺我生命裏邊嘅嘢。我有孤單係，但係咧我知道我絕唔係真係孤單。咁我諗呢啲都係提醒我哋喺侍奉裏邊就係即係有需要孤單嘅。有陣時太多人太多聲音，聽唔到神嘅聲音，太多人太多意見，睇唔見神嘅心意。咁孤單反而係幫我哋去靜喺神面前去睇清楚係乜嘢事，而我哋知道唔係我一個人行。其實好多時去宣教咧，你係自己一個人去啊，定係會有啲即係同工啊，會一齊啊，定點樣？差會要求嘅係最好2個，所以我一定會同太太。好處就係我同啲姊妹接觸嘅時候唔會出問題啊嘛，太太喺度。另外咧，我會帶短宣隊嘅。我哋由17年開始咧，其實我哋推動咧係堂會，即係唔同嘅教會啊。咁咧組成一隊嘅短宣隊，咁然後咧就我哋帶隊出去。我同師母基本上2個人出去嘅時候咧，就我哋2個。咁其實你係點樣去叉電，以至到你成日都可以即係有咁足夠嘅力量嚟到去面對唔同呢啲挑戰呢？老土啲咁講啊，我哋需要每一日喺神面前安靜靈修。咁呢個係即係每一日嘅所謂叉電啦。你知手機都需要夜晚叉噶啦，如果唔係你聽日就好難用啦。咁我感恩就係即係養成嘅習慣，就係每日喺神面前安靜祈禱同埋讀聖經。咁呢個係每一日，但係亦都有好困難或者好攰嘅時間。我好中意2樣嘢，一個就係瞓覺。咁喺邊度學咧？就學阿以利亞咯。佢好叻係嘛？喺迦密山上贏咗啦咁，但係佢都攰噶嘛。咁神要佢做咩？瞓覺咯，瞓好啲，瞓好之後就食啊嘛，食好啲。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喺生理上、喺心理上一個調節啦。我哋以前咧嗰代咧就話基督教咧都係一個詩歌嘅宗教啊嘛，唱詩咧咁啊背埋，所以腦裏邊有陣時好多嘅詩歌就出現。得力嘅有好幾首歌，其中一首咧叫《藉我賜恩福》。當我唱嘅時候係一個禱告，用得着。好嘅唔好嘅，即係生命好立體噶嘛，你唔可以話我係一個完美嘅人，我唔係耶穌。但係喺嗰度，人可唔可以喺我身上睇到神喺呢個人點樣去做佢咧？我係神喺我生命裏邊嘅一個嘅提醒。今日咧好多謝加拿大國際差傳協會散居華人事工主任黃建盤牧師 Joseph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嘅成長啦，佢宣教嘅工作啦，同埋咧俄羅斯啦、烏克蘭啦、捷克等等地方嘅情況㗎。咁咧願神祝福你、你太太同埋咧你所服侍嘅人。在塵世生命崎嶇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傷，黑暗滿布快把真光照亮，是憂傷這邊歡暢，藉我賜恩福，藉我賜恩福，藉我生命榮耀主名，藉我賜恩福，救主聽我曲，藉我賜恩福，使他人得救。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煩惱，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幫到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熱線號碼係416-788-3322。心靈進語，我係阿 May，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文章係由東尼叔叔所寫嘅《意想不到的祝福》。
據 BBC 報導，海洋學雜誌刊登咗2020年海洋攝影獎嘅作品，其中一幅嘅照片係一對野生企鵝互相依傍，一齊欣賞墨爾本嘅夜景。攝影師表示，一位義工同佢講，上咗年紀嗰隻企鵝已經失去咗伴侶啦，而另外一隻較為年輕嘅亦係失去咗另一半。但兩隻企鵝失去伴侶之後呢，經常企喺石上邊互相依傍，並用翅膀輕輕搭喺對方嘅背上，顯出溫暖感人嘅場面。睇過呢一幅溫馨嘅照片之後，我諗到聖經裏面拿俄米同路德嘅故事。丈夫過世後，年輕嘅媳婦路德唔捨得離開奶奶，就同拿俄米喺逆境中相依為命。婆媳之間以愛心坦誠相對，蒙神喜悅。路德雖然身處異鄉，卻喺伯利恆得到名聲，被拿俄米夫家本屬人波阿斯續娶。佢嘅後裔更成為以色列王大衛嘅祖父，以及記喺耶穌嘅家譜當中。有時睇似冇指望嘅日子，更清楚上帝嘅眷顧同埋意想不到嘅作為。我屋企呢亦都需要照顧獨居長者，明白到老人家喺呢一段時候感到特別嘅孤單混亂，更需要別人關心同埋陪伴。當中家人面對唔少嘅挑戰同埋突發嘅事情，但係上帝嘅幫助喺明處同埋暗處顯而易見。喺呢段時間，教會小組嘅同路人亦真誠分享個中嘅難處，彼此提點，喺愛中忍耐互見，從中得力。分享中學習放低對難處嘅執着，心底增添多一份愛同埋諒解。我相信喺呢一啲日子，凡願意多為有需要嘅人着想嘅，同埋仰望上帝幫助嘅，神必賜下意想唔到嘅祝福，榮神益人嘅付出，喺神眼中必看為美好。聖經馬太福音25章40節咁樣講：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網上恩語熱線點止係討論嘅平台，生命關顧員仲樂意傾聽你嘅心聲，回應問題，而且會為你祈禱。歡迎隨時嚟到恩語網站 www.sobem.org 登入恩語生命熱線。